屏東有一寡鄉鎮飲水也未退，第27線南邊路段就北的方向封路，東港南邊等6個鄉鎮今仔日停班停課。行政院長杜英泰對路人抗災宣布補助標準，厝內淹到50公分以上的罰2萬，若是有電器害去的，補助1萬。汽機車通過積水所在，全部檢測完成，油源噴出水。第27線南邊路段27早起積水攏無退，公路單位趕緊封上班路段，避免發生交通意外。水深到腳踏夫，民眾出外買物件，只好撩水。經過前2天強降雨，屏東東港東新里行動路附近同款積水未退，社區內底路也是一條水路，就算住戶設水棚，也無法度擋大水。我倒去上班啊！邊個雷源地理部分地區，厝內積水已經退去，民眾步行清理，暗過路的積水也閣甲卡吧。少看有退爾。啊，無昨到遮啊。大家攏安尼啊，你介濟咧想法要安怎往安嘛，大概往哪去辦咧？受連日暴雨影響，屏東未少所在積淹水，有東港、新園、南州、南邊甲崁頂、嘉東等6鄉鎮，日前停班停課。行政院長杜英泰路人抗災啟動補助方案，只要你裡面淹到50公分以上，一律給予2萬元的補助。這是中央的部分。另外，在住戶裡面、居家裡面或者這個門牌號碼的這個居所裡面，你有家電的損失，我們另外會再給予1萬元的家電的損失的補助。國軍也投入救災，除了分送民生物資給受災民眾，也配合執行災後復原，要趕緊協助災區恢復正常生活。記者綜合報道。